月供2500，單價7200，豪華裝修呢個就係交樓標準。只要老闆呢有10萬首付，呢個3+1嘅南向戶型仲唔係你囊中之物？蔚藍天境啊，位置清城區飛來湖牌坊對面，讀書進修小學飛來湖中學，無論入戶大堂、電梯定係公共走廊位置，都係實拍堅嘢，全智能嘅家居系統。你搞閪懶人哋，可以手機或者聲控全屋嘅丁式電器、電動窗簾、無柱的懸浮天花、90乘米8大專通鋪、中央空調、電視背景牆、方台嘅罩頭消毒櫃抽油煙機、側框吊趟推拉門，睇下，仲有有緩衝嘅添啊！中型裝甲門有攝像頭嘅智能門把手，97方嘅3+1南向戶型，依家呢個就係交樓標準，實地實景，呢個都係飛來湖板塊所有樓盤裏面嘅最高標準啦吧？全屋嘅牆面都係護牆板，通鋪到房間，首付10萬，月供2500，單價7200，總價70萬。如果有興趣嘅老闆就關注私信或者評論區求其揮啲嘢，我將資料詳細打包發晒俾你，24小時5分價，隨時回覆你嘅信息。睇到呢度嘅老闆幫手點個讚，祝你掂到隻3+1+1嘅位置可以做多間房或者茶室、電競房。如果俾你會攞嚟做啲乜？我拍嘅視頻放心睇，絕對唔會揸流單做假視頻嚟浪費各位老闆嘅時間。廚房側框吊趟，名廚有窗，大洗手盤，方太3件套，咁嘅交樓標準又入唔入到各位老闆嘅份額？如果呢度都唔啱，就入嚟我主頁，仲有大把推薦。全屋智能家居系統，觸控面板，冇裝到牙齒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